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到第3节。迄暝王袂困伫，甲人摕历史的册来，因就伫王的面前抬伊，拄着册内有写讲，王讲问的太监中有2人，撇探甲提利，计谋要害亚哈随鲁王。末底改报告这个事。王讲为着这个事，用啥物黄金尊贵来赏赐末底改啊？使予王的人心因讲，袂赏赐伊啥物。That night the king could not sleep, so he ordered the book of the Chronicles, the record of his reign, to be brought in and read to him. It was found recorded there that Mordecai had exposed Bigthana and Teresh, 2 of the king's officers who guarded the doorway, who had conspired to assassinate King Xerxes. What honor and recognition has Mordecai earned for this? The king asked. Nothing has been done for him, his attendants answered.讲到神特别的计划。以斯帖是波斯的王后，也是犹太人。即使亚哈随鲁王公布上这个秘密，他的堂哥末底改在皇宫里面当官人，一直都照顾着他。亚哈随鲁王的臣子哈曼因有功劳而得到的大赏赐，他很骄傲。除了末底改，所有人都向哈曼下拜，所以哈曼觉得很受辱。他发誓要杀了末底改跟全部的犹太人。哈曼告诉了亚哈随鲁王，犹太人是危险的，应该把他们都杀死。亚哈随鲁王也同意了，并且定了一个要把他们处决的日子。末底改很害怕，于是赶快送了个信息给以斯帖。改变国王的旨意。末底改说改变国王的旨意，但是以斯帖说，我如果没得到他的传令，直接去找他，他会把我杀了。末底改说，搞不好你也无法再当王后了。Esther bravely agreed to try. She went to the throne room. King Xerxes was amazed by her beauty and invited her in. Can we have dinner with Haman? She asked.
计划把莫迪改挂在上面。随后国王的传令就到了，所以他们都跟王宫与国王他们共享晚餐。A man wants to kill me and my people, the Jews. Others told Xerxes who would do such thing. He asked the evil Haman. Others cried, Haman, guards, put him to death. 于是他们被挂在他自己人保卫莫迪改手做的脚架上，因为以斯帖拯救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庆祝并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日子。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礼拜到这，有看到真侪人真用心，有的人还唔捌字，所以将爱读的物件拢总背落来。所以主日了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其实嘛无准备介久啦，半冬尔。愿上帝祝福伫咱的礼拜，互大人囡仔伫即个中间所行所讲所造就的。拢真做人的力量，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通过阮的主日学所带来即个以斯帖的故事，要互阮重新反省阮的信仰，阮所讲的以及阮所无讲的，愿你互阮的心通开，明白你想处伫阮每一个人心中。上帝你特别的计划，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的题目是神特别的计划，这个题目不是我定的，经节不是我选的，含我当时起来讲道，我嘛唔知影，所以拢是咱的主日学伫这个中间，我要配合因这个主题，甲因三个来分享。我本来抓准来讲即个以斯帖的故事，用3节的经节来讲道，毋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后来讲落、准备落，才发现即个题目无简单，因为头尾拢总差2500年。即个是以斯帖甲末底改的梦，即个梦真要搁伫的，伊伫伊朗。他在伊朗，我这个相片是伫基督教今日报2017年的报道，所以这个梦是真正有这个梦，然后伊到今还搁伫的，这个是伫伊朗，然后伊这个梦是伫哈马丹，一个伊朗的一个城市叫做哈马丹，这个哈马丹真趣味。有可能是所讲古代波斯帝国伊的首都。若是圣经内底写波斯帝国的首都写伫佗？若是圣经内底，伊写伫苏珊城，所以有可能苏珊城就是伫即个现在的哈马丹。因为我毋捌去过即个所在，所以我特别用心伫即个中间来找遮的。地图资料甲相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其实伊讲到即个以斯帖的故事，甲即个末底改。即个以斯帖甲末底改，因其实是伫以色列甲犹大国已经灭国啊。灭国了后，咱会当看即个地图吼。咱圣经内底有讲到即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其实就是伫今仔日大概叙利亚即个所在，无完全共款，但是大概是伫即个所在。以色列伫即个所在，
所以亚述帝国伫伊的北边，亚述帝国伫伊的北边。咱敢会记起伫犹大以色列国甲犹大国是北边的以色列先灭亡，灭亡就是去互即个亚述帝国来灭亡。灭亡了，因全将人口刷去遐，甲遐个人通婚，生落来的人到伫耶稣的时代叫做撒玛利亚人。即个撒玛利亚人所住的，就是伫以色列北边的所在，就是后来耶稣伫迄个中间咧传福音，咱圣经内底常常会看到的叫做加利利，大概就是即个所在，即个所在。然后伫边仔有一个国家，即个叫做伊拉克，是现在伊拉克的所在。即个伊拉克的南边，即个伊拉克的南边，就是圣经所记载过去巴比伦的所在。无完全共款哦，你袂使讲伊拉克就是以前的巴比伦哦，毋是安尼讲，是大概伫迄个所在，因为伫过去的巴比伦帝国也真大。然后你若讲波斯帝国，差不多就是即边过，拢是波斯帝国。然后即个哈马顿，即个所在就是咱头拄仔看到迄个梦的所在。头拄仔咱看迄个梦的地图，大概就是即个红点。然后希腊就是后来伫即边面过亚历山大大帝，所以伫即个四个帝国内底，其实有真侪非常侪的关联。咱会当伫即个中间，甲咱圣经内底的人物来结合。但以理，伊是伫啥物时代？伊第一个去用掠，伊是掠去佗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伊掠去是掠来到即个所在。但是后来但以理搁去互波斯帝国掠去，所以伊掠去即个所在。但以理去用掠几若摆。然后有咱圣经内底有一个以斯拉、尼希米。即个以斯拉伫圣经内底，伊是起造圣殿还是啥像？圣殿。以斯拉起造圣殿的本体，尼希米起造城墙。然后以斯拉甲即个尼希米即两个人，因是伫波斯帝国的时代。尼希米做啥物？伊的官位是啥？做省长。伊是做省长，所以伊的官算真大。后来做省长，本来是王边仔的酒政。所以即两个人是伫波斯帝国的时代。末底改，咱今仔日所讲两个主角其中的一个。伊嘛是伫波斯帝国的时代，但是趣味的是，以斯拉甲尼希米后来拢转去耶路撒冷去起城墙。然后你若看尼希米甲以斯拉，有真侪百姓伫迄个时间做伙转去耶路撒冷住，做伙转去耶路撒冷，因就是迄种时的代表。但是有一寡人无转去，的人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末底改。所以对即个地图甲即个时间来介绍，咱会当看见，其实以斯拉、尼希米、末底改差不多时代，拢是伫波斯王的时。问题是，因有两个是转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其他有个人末底改是留伫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甲即个哈达夏，即两个人有啥物关系？哈达夏就是后来的以斯帖，即个哈达夏就是后来的以斯帖。哈达夏是希伯来文，然后即个人，即个哈达夏，其实伊是末底改阿叔的祖囝，伊是末底改阿叔的祖囝，但是即个哈达夏的爸爸妈妈伫后来拢死去，这拢是记载伫咱以斯帖内底拢有写。即个末底改因为疼即个哈达夏，所以伊全甲收落来做客祖囝，全当做伊的祖囝来饲。然后伫王后来要招王妃的时，转互即个哈达夏入宫，入去到皇宫内底，转甲伊改名叫做
改名叫做以斯帖。是安怎要改名？因为改名了，人才会唔知影你是犹太人。所以伫迄当时，犹太人是稳重因的身份，因为因惊去互杀，因惊去互拍，因惊去互伫迄个帝国内底受人欺视，所以因伫迄个中间稳明卖实。到伫即个以斯帖，其实以斯帖的意思，即个哈大侠的意思即个哈大侠的意思是香桃木，就是迄个真芳的迄个树仔的名。其实迄个香桃木，咱遮可能也有。然后以斯帖的意思是啥物？伊即个以斯帖即个名，伊的意思就是诚心伊是迄个波斯语啦。伊变做波斯语，伊叫做 Morning Star， 透早的星，足水的透早的星。然后波斯帝国，伊第一个王叫做波斯大流士，然后即个是第二个王阿哈随罗王。但是即个阿哈随罗王，其实即个名毋是伊的名。即个名阿哈随罗，即个翻译过来的名，其实伊的意思是亲像皇帝、陛下。伊真正的名是啥物？伊真正的名是学习师。即个波斯王真正伊的名叫做学习师。即个学习师拄啊好，就是300壮士。敢捌听过300壮士有一出电影？300壮士有一个波斯王来拍希腊的城邦，伫迄个来的王就是即个学习师。所以今仔日咱讲的即个圣经内底的故事，毋是一个故事而已，伊其实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第一张相片甲第二张相片，互咱大家看见，以斯帖真正有即个人，真正有伊的梦。伊的梦至少到旧年还阁伫个，真我毋知，因为我毋捌去过。然后即个阿哈随罗王，伊伫波斯帝国起造起来，建立一个真大的王朝。事实上，毋是伊建立的，是伊的老爸建立的。对西边到埃及，咱来遮看一下对埃及，然后一直刷去到中东亚洲南边到底到印度，所以迄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迄是当初时的波斯帝国。但是伫即个波斯帝国内底，开始的时真请赢，所以伫以斯帖内底第一章，伊就讲到，即个王为着要庆祝，所以伊办着一个180日的庆典，180日的庆典。我毋知影咱加拿大国庆150周年，咱的庆典有几工啊？一工哦。其实我无啥物印象，因为我的心思拢无伫遐。我敢若知影咱的加拿大庆祝150年的国庆，但是即个波斯帝国，伊为着要庆祝，所以伊的庆祝是180日。迄个180日，全甲伊内底所统治127省内底所有的贵族、王公，拢总请来，请去佗，请去当初时的苏三城，就是咱后来看到即个所在的即个哈马丹，即个所在共一个城市，然后到遐，互因车花宴乐。180日了后，因全继续搁请国内。就是规个波斯帝国内底百姓会当做伙伫遐欢喜庆祝，然后伫迄个欢喜庆祝的时，酒啉落，心一欢喜，即个阿哈随罗王就想讲我想想到，我有一个某叫做瓦西提，足水的，好，我即个某讲偌水就有偌水啦，我要互你看卖。结果就伫伊安尼食酒食到欢喜甲。全要钓伊的某，即个风向出来，要出来互看，
即个风叶，伊敢有出来？伊无出来。谢谢。即个风叶伊无出来，因为伊无想爱将一个王叶的身份放伫一堆食酒醉的人面前得互看。搁伫迄当时，波斯因对妇女的要求真济，所以伊爱安怎穿搭，拢有一个规矩，所以迄个风叶无要出来。即个国王听到了，全生气，全问伊的大臣拢总7个，叫做当时候的智囊团，7个甲问，风叶无出来要安怎？因怎啊讲，甲废掉。结果伊就真正甲即个风叶废掉。即个风叶废掉了后，才有后来机会，互即个以斯帖会当补选做风叶。补选，伊是补选入去的。但是趣味的是，这是历史。即个亚哈随鲁王，伊180日的庆典了后，伊准备要出征，要去烧战，要出征。要看卖，伊180日了，伊去出战。去对，去渔猎，拄好就是要去300壮士烧战的迄个温泉关，伊拢总拍4档，伊的陆军、伊的海军，一个伫3年的中间，一个伫4年的中间，拢总战败。所以波斯帝国就是去互迄个。迄个300壮士，迄是对一个啊？迄个城邦的吼，斯巴达，去互迄个斯巴达全甲动落来，然后互伊有3日的时间，互雅典城邦会当组织，然后反攻波斯，所以波斯全伫即个中间拍输。拍输了后，即个亚哈随鲁王全转去，外口拍输，转来厝里要创啊？要敬母，拄好敬到即个以斯帖。即个以斯帖就安尼，成做波斯帝国补选起来的王后。然后伫即个中间发生一个代志，就是即个以斯帖的算伊的堂哥，即个月底改，因为伊拢坐伫城门的门口。无细字去，互伊听到2个对皇宫走出来的太监，讲要抬国，全将即个代志报互以斯帖。以斯帖全用月底改的名报互国家，然后伫迄个中间，全将伊的名记伫迄个册典馆，所以才有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节。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就是出伫遮，然后即个亚哈随鲁王佫用着另外一个人叫做哈曼，即个哈曼真特别，伊伫旧约的时代，就是亚玛力人。圣经以斯帖内底记载，伊是一个亚甲人，即个亚甲伫旧约的时有一个王叫做亚甲王，这是一个王。然后伊伫摩西的时代。伊伫扫罗的时代，亚玛力人拢捌出现过。伫即个中间，其实即个哈曼就是亚玛力人的后代。所以伫圣经，我毋知影咱敢捌有会记一句话，因对犹太人讲，对亚玛力人是世世代代拢诚做对敌。上帝要拯救伊，但是因为扫罗无听话，无将亚玛力人拯救。所以因两族全一直拍到伫以斯帖的时代，讲到安尼，已经讲几千年去啊！你还袂困去吗？哇，安尼实在是够，甲大家拍一个鼓摆。无困去的，等下有金沙。所以今仔日讲到遮，即个所在。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即个以斯帖背景的故事，我只讲了背景尔，所以你就知影今仔日主日学，互我要讲的题目有偌尼的困难。后来
另外一件事，就是伫末底改甲以斯帖。即个末底改因为有讲，但是无讲。搁听一摆哦，有讲无讲，所以王敢有赏赐伊？无，王无赏赐伊。但是即个王一直用即个哈曼做宰相，啊，即个宰相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是独独有一个人，就是毋插伊，叫做末底改。即个末底改就是无要拜伊，无要归伊，所以即个哈曼真生气，伊全走去王遐甲伊讲：王啊王啊！全世界的王就是你上伟大，所以啊，我想要来定一个法啊。但是咱的国家内底吼，有一个民族，就是末底改即个民族，伊哦足无听话，伊除去伊家己的神以外，别人伊拢无要拜，伊含你即个波斯王拢无看在眼内，所以啊，我想要伫即个中间吼来定一个法，我若会当定一个法来规定。所有的人吼，拢必须爱拜波斯王。伊要害啥物人？伊要害即个末底改。啊，若是无听话吼，要甲因总杀。啊，王啊，你若愿意吼立即个律法的，我要捐10000他连得的银，然后请王会当立旨意来杀即个犹太人。10000他连得大概是偌济钱？那用现在的计数来计算，差不多是8000万。8000万美金。所以即个哈曼伊全甲王讲：你若会当定即个法，我要来捐8000万的美金。然后，互即个代志顺利推行，结果即个王一听到真欢喜，哇！袂当拜别个神，拢总来拜我，真好。所以即个法全安尼定落，定落了后，末底改知影了，全赶紧的要去甲以斯帖讲，以斯帖，咱的民族已经拄着危害啊，对敌要甲咱杀。要总剿灭咱的犹太人民，所以你一定爱出来。但是即个以斯帖讲：啊，我是会当做啥物？我是皇后，但是王若无调起我，我入去，伊要叫我死，我就爱死。末底改全甲伊讲：你毋茫掠准你伫王宫内底赢过所有任何的犹太人，你毋茫掠准外口的人死，外口的犹太人死了啊！你还阁会当伫即个中间存活，伫即个时，你若点无开喙，犹太人要对别位来得到讨伐，要来得到拯救。然后伫以斯帖第4章14节，伊嘛安尼讲，但是你甲你爸家要得到平安，你敢毋知影？你今仔日伫波斯帝国内底要做皇后，敢毋是着为着今仔日即个时？